Hello，近來好多人返嚟大陸退休，咁當然最關心嘅就係點樣買醫保啦。我有個朋友今年60到尾㗎啦，喺香港冇保險公司肯受佢啊，所以佢今日就揸車上嚟中山買醫保。咁有咩事上嚟睇醫生都好過喺香港唔知排到幾時啊！喺度全部都係一站式服務，有乜嘢下載嘅 APP， 全部都喺手機上面填表就完成啦。如果你有咩唔識，仲有專人為你服務添。而且唔止港澳人士，連攞護照嘅都冇問題。嗱，咁首先你要喺國內有個固定嘅住所嘅，無論租或買都冇問題。跟住咧，你就可以攞到個居住證，之後去銀行開個戶口，跟住影埋相，咁就得噶啦。嗱，保費咧就約800蚊一年度，咁啊年齡不限嘅，但係咧要注意啦，佢每年咧由9月到12月咧先至接受申請嘅。咁第一次申請嘅時候咧，保單3個月之後先至生效。好，搞掂晒啲手續，2個月之後嚟銀行攞翻張醫保卡就得啦。